我喜欢色彩晕开来时的感觉，因为按用在代表生活上的一种平静。我也喜欢四季交换天使的变化，因为这项代表生命的祝福和重生。因为客家人生活建议全部是其创作的灵感来源，佢面对佢嘅生命，也用生命创造出无限嘅可能，係生活的艺术家。自有年以来呢，一陶瓷品，老安尼的生活密不可分。像啲安尼生活中，我用得到的碗啊、盘的啦、汤匙啊，伊个暗缸啊、花缸呢，就滴滴答答的东西哦，渐渐的进化到像啲种大型的公共艺术，专门俾人欣赏哦，还有老安用的自然的环境。融合到轻自然。各位朋友，今边我同大家介绍的人工的现代陶瓷之父啊，到个了陶瓷的一代表的人物，邱焕同先生。一般人哦，一下就看到按太贤来讲哦，贵的作品啊哦，老师当初让我想到做样东西。主要的技术的博物馆哈，做起了些成立时个技术上，我拿到的钱落去做了个纯粹的艺术品来配合，比如说公共建设地方，听说有一在个percentage 个钱拿出来做。哦。不过其他只博物馆比起其他的美术馆、博物馆有一只特点，就是会废的。陶瓷，你讲废下全部废的，废下全部，故所以要求嘅艺术品有咩用废嚟做？如果用废嘅，也係拍挂嘅。啊，有個紙嘅有咩見嚟見去嗬？圓，韓國有呢個，你睇我都問緊你嘛 ，spiral。邱奮龍教授喺 TVB 將西方創作思想理念引進台灣，然後散播在呢啲土地上嘅人。佢對台灣陶藝有多方面嘅貢獻和成就。在台灣陶藝發展初期嘅階段，佢就成立陶研陶沙，教授陶藝，開放嘅態度和創新嘅觀念，鼓勵做飛嘅後生學子。先後採別出千多優秀嘅陶藝家，像連寶才、郭淑妃、沈東能、蔡永國等等。這些你本身咧。學乜嘅？係學美術嘅，畫圖嘅。畫圖，係啊。畫圖。點樣會上去嚟？學啲陶藝啊。東西圖書有些是畫圖啦，平面繪畫。並且有些我看到嘅邱煥堂老師，給這個藝術家雜誌有刊登嘅一個陶藝講座。我東西是看到這個陶藝講座。佢教人用蠻做灰，用蠻搞奶。看來可以清楚意思，是清理好。是開始做陶，做到以下。教學生嘅本人。唔係，就佢秦慈優。秦慈優啊。嘛做得講模樣蠻高啦。講我頭先我用緊教，講好但是秦慈優啦，其實簡單嘅基本嘅基礎嘅教育對啦，啊其他陶藝講座一本書，公開邱奮堂設計做陶嘅經驗，詳細提供製陶嘅材料、工具、過程和技術。還有現代陶藝創作觀念嘅完整資訊，對當代想要學陶藝嘅初學者提供一個很基本嘅入門和了解，也對青島做陶藝創作觀念嘅提升有很大嘅貢獻。個
前一咱们就北南25年呢，那边要按多年呢，还冇地啊。学校就请我去座谈会，北南25周年。哦。那学考古诶，该东西应该是，认为应该读考古内啦，哈，考古内。家下子洞上的地啊，该别出来，该别出来，该按哈，该向慢演做啊，所以应该是上的地，所以应该是学该陶艺，陶艺应该是老该邱汉堂该邱教授哈。去一摆嘅接触就请邱老师，嘿，就请佢。拄我就看邱老师的这个叫做陶艺讲座该本书，我感觉真好啊，我就是参加。我家下都有出。唔前期學噶有乜嘅愛有乜嘅技術嘛？又要講要求愛乜技術，又係講萬以上嘅學技術會高。馬上就學去教千座啦。陶藝教是教3000元就對啦。哦，教3000元。哎呀，不過台元啊，4元票。3000啊，3000啊，3000元。不過我做一年以後哈，其實本來3000元咧。做乜嘅咯？佢講我動3萬，就話去平數。其實大約不敢3000。邱văn同在2005年的時候，得到第4屆台北陶藝獎嘅成就獎。佢哋下已經75歲了，不過佢還冇停過做陶藝嘅創作。當到平凡嘅事物，經過佢嘅意念和想法，再透過佢嘅松樹，就會創作出一個新的作品。呢條作品也無限定，一定係哪種種類嘅，佢可能係對人嘅印象，也可能係在海上嘅小波塊，也有可能係水果嘅包裝嘅材料。做嚟講，作品嘅原創性超高。山後吼，台灣嘅基礎就改起來，政府啊冇中央啊，日本人是專業啊，韓國兩個面都出來啦，韓國都有經濟有嘅。就國民教育，國民學教，國語啊樣啊。初級中學，大家就講，大家是講你係美國吼大洋，韓國講撫養期按太長。按有力，你係使到你係戰勝你係日本，你變出你係美國就會戰後就會全世界一定同嘅地方。人兒當然就會對思想啊。哦，這樣是唔免也不可以係唔讀英語嘅，即係假如因為按用上到，即按用關係唔爭意。我就讀英語嘅。1964年，邱văn堂已經係一隻時態英文嘅講師，佢得到東西文化中心嘅獎學金之後呢，到夏威夷大學進修。佢當然去上課嘅路上，佢就會經過一間教室，一間就係藝術內嘅陶藝教室。邱văn堂啦，陶藝嘅緣分就喺度開始了。日我去上課時看到有一個那兩學有這邊的很多陶藝教室，陶藝嘅教室。比如說哪個結奶做用手嚟做，可比做人工嘅。做形，有隻乜嘅形嚟都炒嘅。造型，有隻形。就挺有機密啊！你都一看，外面個主持嘅教授陶藝嘅教授，我去嘛看到有挺有機密，你都來看，有冇現課？一做唔就去拜做嘅，都去夏威夷。夏威夷。我現在看到，以後咧，楊權啊，也係講看到以上楊權，也可以說乜嘅東西通過啦。鬼球那個通過啦。洋牌。洋牌。事實上，我洋牌你的做法沒有？而個布袋呢個奶用佢呢用個擀面杖拌落去，就變到印出來，就那個布袋嘛布袋就做到濃那個奶掉來，韓國咧用佢那個奶本來是平的嘛，夾起來。
杨强嘅陶艺作品係小粉同第一擺嘅創作，在夏威夷大學創作出來嘅作品，本陶藝教師嘅教書，同學生嘅讚嘆。教師對呢度圍觀嘅學生嚟講，你哋看，那有咁簡單嘅東西，就會咁樣內斂，然後咁樣抽象，但是又真動態啊，當有生命力。1965年，小粉同陶藝嘅戲文先生荷蘭，留一太強嘅學生嘅來送機。荷蘭對小粉同講，做唔得表演陶瓷。就講來講，佢在陶瓷呢條路上一定會有非凡嘅成就。呢條話也鼓勵小粉同繼續創作陶藝。一般人來看的話，可能有自家想法啦。不過藝術還係愛研究下來解說一下嘅嗬，即係嗰種用嚟看。你看了嘅嗬，講，事實上你建築物沒懂講，有現代嘅東西哈，要是現代嘅幾何圖形的那個建築物是現代的哈。如果用玻璃，就是啱有講過反應哈。哦。有設計了一隻個水池，有設計一隻個水幕哈。然後記住大概兩些什麼水，因為你看那些講溫州經濟優勢，那就會顯到兩個物業冇一種重點，如果佢強調嘅，大家可能係上幾多。哦。唔過一冇太強，講翻面會打敗佢哈。你看邊行結束邊看，通翻到邊，有個石嘅線嚟通翻到邊哈。你看。啊，呀，呢邊，可能兩搭配兩個物業，一定好物業。哦，因為自家都講嗬，唔係講正面啦，韓國咧就四隻孔嘅嗬，即係四隻孔嘅色嘅同又大又細又大又小，通常都有。韓國佢嘅背景是糊，韓國咧要多少樣，會反嘅將將嘅用 enjoy 到呢個東西。呢個東西，就講一下設計時嘅有多少嘅田景嘅意思哈。如果你真正要做一個田景哈，跟冇乜意思啊，太秀巴巴的啊，秀巴巴的，你個田景要變成造型化，變做一個作品嘅東西哦。兩個孔嘅看過去，嗰一片孔嘅看過來，係有空間嘅變化啦，唔知嘛？所以你看到嗰邊起來，嗰個轉咧兜起來哈。如果你要看到沒有對稱哦，右邊下切，嗰邊下彎哦，邊一部分你，嗰一部分你都做木也先做新樣嘛，新樣，計算好，計算起來，古今中外這個拱形把它通通用，也是用磚頭，如果夾個磚咧牙上變動牙個，淨係用樹嘅磚咧，韓國啊用個喐個落去起嚟咯嗬。好，你睇看到就是咧嗬，我就講哦。嗰兩些都2000年，兩個2000年做嘅，都所以我講嗬，兩個是你講喺法國就個凱旋門，嚟就講嗬，千禧2000年千禧的那一年完成的喜門，那千禧就還很好玩，是喜門啊，個意思就講清那個歡喜嘅意思，歡喜嘅意思啦。師母對呢個照片樣嚟，兩個相嚟啊。同歡喜哦，唔講啊，因為談到按照細模呢兩隻詞啊，是還是說是清貨。也係陶藝家劉振祖老師嘅屋企。
刘振祖和邱范同老师嘅关系非常嘅密切。两人除咗色彩强健美术学校教书之外，刘振祖嘅姑娘王淑萍，也係因為邱范同老師嘅介紹，才共下結婚嘅。在陶瓷博物館開館時，劉振祖所做嘅彩雲呈祥，也留邱范同嘅戲門，常常顯到放在博物館水池嘅兩旁。當時邱范同得到陶藝成就獎時，劉振祖也全心全意嘅嚟寫序。做嚟講，也清了解邱范同作品嘅陶藝家。应该陶瓷博物馆哈是那要印一本画册嘛哈，是后面那写一篇哈介绍邱老师的个作品那个啦哈，个邱老师是个作品哈。有动作佢创作的个种类有动作真冇写啦，真冇写。你有没可能出来个邱老师在呢方面现代艺术呢方面的个创作佢做得动好佢做动深入啊。你说邱老师系样板样的一个一个艺术家，你说？佢身体力行啦，佢许多那位佢是有做笔记还有做素描，还有那个感觉那个写出来佢随时佢同埋大家注意佢生活周遭的个东西呢个东西呢佢大部分如果经历到佢嘅作品啲嘅东西。那边灵感的来源。所以佢等于讲頭先你講佢係生活藝術家，佢真係一個生活藝術家。邱范同用公婆花咗10年嘅時間研究皮藥嘅方法，也因為欣賞用在皮藥嘅方面嘅幫助，故所邱范同做得專心在佢陶藝品嘅創作。愛黃色，愛紅色，所以通常愛弄愛去嘅各種嘅色料放落去。韓國呢個東西因為呢個東西呢個奶嘅少火土燒到先高，好比1250度，這個藥嘅要燒到1250度，通常夾到下，估計而家都會有奶，得落去，因為呢個東西呢個東西就係用奶做嘅，呢個東西就係變到為奶，要重新這個東西，將會夾合落去，燒到當過嘅溫度，將會夾落去，會溶入去。安有人真有食先生人講，有藥嘅冇一天做得，我會曉得用藥嘅一個技術來支援藝術。係講藝術嘅外形做好嘅，最後會失敗到藥嘅部分，嘅一切也無彩。故所講兩神陶藝製作上面相輔相成，可以講有欣賞用嘅幫助。本邱范同嘅作品，將會加1000多分啊！兩個大學讀乜嘅學，主要係讀科學嘅東西對呢個基本嘅物理、化學、天觸嗰啲，故所以讀生物韓國呢個做醫生要咩做醫生嘅要咩讀生物重要，你身體度項嘅化學作用，通常都係啲，故所以佢雖然係博物系、生物系化學先重要。教育分出嚟化學嘅一部分，這個意思。藝術親幸福。我老講
个大胆。你下在邱翻堂嘅陶艺作品上面，主要有2只签名，一方一言，代表一休一热，表示也係2神合力嘅成果。你係嘛？花幹嚟啊？係啊，花邊嚟啊？差一支。差一支。然後嘛個簽名嘅啊？來幾個簽名？秋嘛。秋嘛，還月。師母月。他家叫國係，嗰些那個鄭永國該走助手。法國鄭永國。邱老師，作品都好，因為都是師母然後填配釉。啊，所以佢都簽名都有秋啦月。他家差不多是。你中間我有用嘅想法是吧？還有2隻，還有一隻出，有沒有嘛啦？迄個先下。要來問題？哈？圓。兩個圓，韓國聊兩個，兩很多乜嘢嘛 ？Spiral， 或者是 scroll。卷軸啊，兩個卷軸啦，哈，兩個東西哈，就係全世界共同嘅，圖騰樣嘅啊，華人嘅文化挺有名嘅主講，兩個，哦，有散彈嘅圓嘅嗬，圓啊，冇錯，係啊，哦，故所以我就咁想嗬。故說啲東西啊，螺旋紋啊，螺旋紋哈，那個螺旋紋又係圓哦，圓啊，你看，就是圓啊，就是圓啊，下背，以後變咗兩個字啊，佢哋個圓係硬起嚟，故所以我因為圓又有水分哦，故所以我用圓紋。因為用緊嘅東西哈，來做哈，嗰邊係也係一簡單，我哋先做本看哈，跟奶一滴嚟點啲就可以。要台係乜嘢咯？要到很多煉土機，煉土機，煉土機啊，哈，嗰邊也一團奶，嗰時也奶還有煉土機嚟搞本而潤。哦，搞邊圓？用邊韓國搞邊黑嘅，嚇，黑嘅好做，嚇。有少梅夾喎，冇出落去哦，交落去啊，嗰啲交落去哦。那空氣都較少誒，空氣少，還有軟硬硬軟哦，它平均，韓國吼可塑性，可塑性 ，plasticity，按鍵教，重複按教，唔是一下就好，一下就好啊，因為嗰啲好，差唔多啦。做2隻出貨哈。唔看兩個細根根的有石，你看沒？細細個石頭啦哈。很多塑料哈。你看到了，像要做乾淨凍漿，要做結奶，冇空氣，又凍軟哈。所以吼，你還有咩哈？這是拉胚，拉胚，然後用把些用到啊作品，做型的。所以兩個做圓的，圓哈。
哦，你行我跳一地啊，哈。跳地哈。也係收貨同事啦，係啊。哦，有時將嗰個竹盤咧，我丟起來就到我鑽孔嗰度，嗬。啊，鑽孔嗰度。呀，就個地位啊，圓嘛。然後慢啲位，其實黑夾啲位出黑發。OK， 好，那你慢啲位哈。用豆漿啊？豆漿。每隻我我試了，有沒有試到幾分？有沒有差不多20分鐘？係嘛？如果你數，我比平橋那圓圓的，哎呀，圓圓的。韓國唔單止係哦，有的黑，有的黑盤。你看，個變化。唔好講哦，擘開都係張圓圓，又唔好講擘開都每一個距離等距離，長度一樣長，我冇神奇。聽說有啲變化，韓國變化本看嗬，第二個。人哋電杆哪來啦？都頭先講嘅啊，但做後做兩個東西，唔過人家用乜嘅東西，就想講啲繁衍文化也係。我哋小粉堂簡簡單單就做好一隻原本嘅雛形。唔過，一條不都喺限定無數嘅失敗度嘗試，有經驗嘅累積，將會有按樣嘅功力。一成嘅成功，真係唔係按樣簡單嘅。你講，我做，可能我在小粉堂門下先學幾樣嘢，怎我講。错，来，我带你们看这个石头，我们来看看这个大理石啊。它本来它镶有什么东西呢？铜那个牌子的铜牌的，很多鱼。这个平林乡福玉很成功的一个例子。睇佢哋有限嘅時間，小粉堂落欣賞用，仲可以平連呢個山鄉。享受了清強的湖光山色，享受了難得的悠閒到年輕。一種享受生活的方式，唔係真好嘅，也一般人新鮮啊。你看了茶園，茶園檳榔樹，平林區那個包種茶嘅真有名嘅，山明水秀。我要畫，用起來畫過去，用起來畫過去，啊 ，OK。係講做陶藝嘅創作，係小粉堂生命中最重要嘅事情。要個做陶藝嘅過程中，做得呈到一種心靈上嘅喜歡和感動，呢種喜歡和感動帶領佢繼續向前嘅動力啦。咁樣畫圖就俾人看到小粉堂另外一面嘅藝術創才，和對生活嘅真誠。平常佢差唔多帶叫嘅，日料叫嘅。哦，我一隻會我就該帶5、6點鐘到。
上去爱看书啊，上去爱写，如要上写日记啊，写信的啊，嘛，都做的。上事情啊，系啊。哦。安好嘅人生咯，快乐。有安好冇？啊，冇问啊。冇爱啊。爱是落以后。啊。一般来讲，3万存钱9日嘞，当重要。不过迄讲了解世界爱讲样板型的想法，安样行得重要。我想这种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不但影响小饭堂的陶艺创作，也影响到等等去学陶艺的学生的，这是这下现代人做得好好学习的地方。伊来吼按创作的过程吼，邱老师对你有乜个影响无？我想最大影响是讲，佢做事情请严谨，不管因为好嘛东西去动严谨做。我想另外一态度吼，对我影响大。唔过伊唔袂请认真诶。伊讲认真当创业来样的意思啊，吼。然后佢对清土方面的事情吼，是真严谨、真了解、真有兴趣。给人生是动快乐，动积极的，影响啊。你是否改变生活态度，就是都要认真那样，好。然后对很多东西都抱着高度的兴趣。佢个艺术观念，可能佢系读文学，而不是读个美术哈。这个叫这个着眼，所以佢的艺术观可能比较宽一点啊，比较宽广一点这样子。所以而且我本身也念人类学的嘛，所以对这个艺术本来就是带有一个比较宽广的态度，所以我还蛮能欣赏他的这个很宽广的创作方向，这样子，比如说，佢个创作的那种，你话讲到，伊对事情的看法较自由。你说，那种自由观本有影响到没有？有，就是他的自由观影响到我，灵感的来源都这样。灵感来源。用水果的没有？用水果帮另个，这个东西哦，其实圆的哈，对称固定的哈。我就拿个先那个制图，先铅笔，然后再制图的个制图器哈，这样子画完了哈，我就那个美工刀割啲咧哈，割啲咧按出，可比俺按见你讲去哈，有时候变到你也会滑下去，也会滑下去，看到哦，我就讲这个有可能性发展一张浮雕不规则的浮雕，你看哦，你哈圆的位哈，你说哈长的位哈。不过冇对称啦，哈。我要不要对称？要不规则。不规则，啊。这个都是拟人的一个曲线，一个曲线的。这个有一个厚度啊。有厚度。那怎么办？个出 A， 可比哈，出 M 起来，先拿去割脱去，你割脱去，斜的割掉，割掉一些，你看，三角形的，这个三角形的。作用做样板型的编做跟有样的高低起伏啊，高低起伏，有立体感啊，哈，有立体感啊，你看哈，你看，粘落去啊，粘落去，这不就那个变浮雕啦？你那边又撞落去些，用哪个的？就变做，来看。磨落去，勾起来，磨落去，勾起来。这一次磨落去哈，头上就按用割，底下就按用割。
现在比较轻松啊。点豆面呢？啊，你看啊。OK， 耶。啊，按就点豆了，你看那边它切哈。丢起来，按就磨落去啊。呀，你看到好，两个条割太多了，冇相干了哈。这就是完全啊，你这个头脑联想到那方去，你冇生意。冇生意，冇生意，试看啦。上到什么也唔怕。冇相干，乜都做得。这个一面，韩国一面临时削出来，其他原来是较高啦，做来削落去，结果吼，一滴嚟天天有几多面的嘛，要做全片嘅平面啦，1面、2面、3面、4面、5面、6面。一旦生气，就讲了不是水池，头发有水池哈。那了出来东西，也东西就有巡回。客家人也有啦哈，佢那个火龙面也有哈。佢有个新竹哈，新竹淡薄有只香炉。香炉听说个三只脚。错。啊，我就讲，伊啲香炉做乜嘅？本来连杠哈，我做编乜嘅东西呢？三角，我就讲，我就讲哈，你看啊，呢东西啊，一只、2只、3只腳啊，3只腳，要到尾出了尾團，了出留起2只孔嘅，2只，人會做時就2只，那邊留孔，兩邊嗰邊留孔，兩片出2支，2支丟起來，就變到2個有孔，有張去。粘起來，地波有個鋼筋粘起來哈。韓國呢地波通往孔殼，呢孔往孔殼，呢東西咧。孔殼就講唔出來，幾種難係啊？我難冇，我難做冇，易說啦。我諗講哈 ，it's easy when you know how。I see, I got it. I got. 是又做在观赏，哎呀，又可以名，又可以男，演啊！我公羊講啊，用唔男捱講啊。唔好意思啦。唔好意思哦。你要傾向嘅本學生嘅學到乜嘅東西啊？中山本學到嘢嘅乜嘅東西啊？學到乜？教佢乜嘅東西一樣嘅。學到乜嘅勇氣，自由發揮，韓國日常嘅生活，學按實法嘅主位，前面嘅靈感，唔是呢個嘅乜嘅古典嘅什麼東西，唔係，嘢東西我留咧個時代同步，我留時代同步，我反映而對咧個現代社會嘅生活。國際上嘅韓國國內嘅環境，關心到時人自由出去表現到反映到人嘅作品，故所以你嘅作品嘅做法、材料、造型、內容，我要時代同步。主要係點解？你按多年以來，
小粉红做土的观念，不但影响到佢身边的朋友、老学生嘅，甚至改变一般人对土耳嘅印象。呢種改變，日本台灣嘅土耳嘅重新尋到一種新嘅思考，然後創作嘅方式。日本土耳嘅行向一種多元嘅發展。不過，一對小粉紅嚟講，一真件係冇想到嘅事情，因為佢一開始在夏威夷大學教奶嘅時間，就擔心對佢高升老輩嘅土製品啊。感覺到親有興趣點點。BMW，一旦新型嘅本車，嚇，個一個月100萬本年，好，你冇做兩個。阿彌陀佛，我不要，我要做這個。我要做這個。以前還有開車呢。你走了下來呢？要到嘞，那不是要这个回去，没关系。兩人啊，祝心花開咯。大家本來講順口都矮下去的做背景。係啊。大家本來說拿矮起的本彈，個起的冇帶來啊。藝術電視就下一段詞啊，講一下平林山水天賜年，吳群小友水中間。阿哥阿妹來牽手，花裡花外做神仙。不錯嘛？超難哦。站滿桌地咯。係咩假神咯？真的神仙哦，哎呦，人生的神仙了哦。你講啊，係嘛？我講兩公婆啊。哎咋？阿哥阿妹。看到你係對兩公婆做得咁樣，恩恩愛愛，互相扶持，互相依靠。唉，我嘅心度啊，一真見當飛機了都歡喜啊。平常出來畫圖，出來了平林。師母有天天來嘛？哦，強下來，強下來啊！那一出門是兩公婆，兩公婆多。一般人按樣來欣賞藝術那樣嘅東西。哦，多看啦。最近小粉紅將佢嘅畫圖嘅興趣應用在佢嘅陶藝作品上，有千多嘅人物、圖騰、圖案，全部係小粉紅一筆一筆。用彩筆畫上去嘅，其實咯，在陶藝創作上使用了種色彩，做得新的新因素，一種新的上彩方式，也使得佢嘅陶藝作品要有一種突發嘅特色。唔講緊我拿兩個東西嚟嘅，是講心裡面有一種壓力，很悶，所以我要找一些這個硬邦硬天嘅東西。有啲會諷刺啊，諷刺，諷刺嘅呀，諷刺，韓國硬嘅東西用兩個黏嘅形咧，把它人性化、軟化，唔講緊軟性啊，柔化，韓國嘅拽啊，意思有啲嘅用起嚟小秘密就好啊。當傳承咯。傳承啊，因為有冇咁傳承，就因為我心裏透過我嘅書，計一啲嘅工具。表現出來，也係講一種都不一種，將哇冇意思啦。按照還有駕車啦，按照有隨性，要隨性。走。通常我們啊，家下嘅，啱嘛？好，你做這個標下去哦。捱住唱啊，天連落來山啊水啊，天賜落來年啊，群落來笑啊。
水中哪来见咯？当当当当当当阿哥那罗阿莫哟，来见咯来诉那，发里哟来发我哟，做神了来显那。唱对了，哎呦，处女座贴拜，哇，这个，这是拄好啲动有感觉啊。哦，动有感觉。可能两三年吼啊，按上好啊，还是吃盐就会有那样的感觉就会写出来。孔乙土就有一种土嘅香味，色泽丰富嘅釉彩。涂到各种样式的陶器蛋，在1250度的高温之下，两种材料做到完美的结合，迄意念也迄执着。许欢同老夫人的路，我一直行下去，记得老飞儿的故事，也会继续流传下去。年来海都有山，年来海都有天，爱的个山当高。爱的个天当台，爱行个路当道，唔知个海。